群众受了防治法这3年施行落来，调频间团体指出讲，现在案件因为检警正恶认定群众受了案件甲性含性别有关系，就真恶起诉，而且这书面警告保护令核准的时间也伤长，无法度随保护到这受害者。民间团体就提出4大修法建议，要求政府赶紧修法来改善法律制度。 自2021年群众诉讼防治法三读通过，法律施行到当已经3年。根据警政署的统计，加共受理8488个案件。不过有妇女团体指出，目前的制度也有真侪不足，提出4大修法方向。比如目前定会因为检警认定甲性和性别无关系，就真恶起诉。民团基中华职棒啦啦队员李德辉提告记者长时间群众偷袭的案件处理，最后就是安尼无起诉处分。 民团认为和性甲性别有关，这个性案要件这条应当要赶紧修法，若无法度保护愈侪有需要的人。一定爱性跟性或性别有关嘿。有当时有一个查甫人来你地啊，第二地啊，3更半暝你地啊，但是你无法度证明讲，这个人伊到底伊目的是什么，伊意图是什么？那检察官就认为讲，你没有办法证明这个跟性或性别有关，所以他就不起诉。是讲检察官起诉了，法院总要来判无罪。 目前伫咧制度方面，会当用来保护受害者的方式，除了拍官司，也有书面警告、保护令甲有风险羁押。民团指出，若是重大案件有25.4%，警方通伫咧1天内发出书面警告；毋过有5成爱2天至15天，有9.4%案件甚至超过31天。也若是保护令的核准平均是35天。民团认为，安尼无法度即时保护受害者，因嘛建议书面警告爱伫72点钟来核发，另外嘛要增加紧急保护令。所以我们希望在法律当中更明定，在72小时决定它是不是，也让整个社会看到这件事情我们是有防范的作为。那这个平台最常可以用的，也许是一个推动小组，也许是一个防治委员会，要在法里面明定，让这个网络合作能够真正落实在第一线的案件处理。 有学者指出，亲像家庭暴力防治法、性骚扰防治法，拢有明定各县市爱成立家庭暴力防治委员会，也有性骚扰防治审议会，来针对问题下联合合作。不过，军事法宣布，嘛呼吁政府应当爱修法推动成立专业平台。民团针对现有的军事法制度提出民间版的修法草案，要求政府爱赶紧改善现有的不足。记者卢尚如、郑俊尧台北报道。